台南市议会第12处临时会第一届听书委员会1号下午伫召集人议长郭信良的主持，包括委员李中琴、罗坤福、蔡玉辉、柯玉玲、陈坤和、吕维英加郭宏仪出席。市府则是由副市长戴谦加秘书长方进成带领相关的局处来列席。会中针对议定的草案来讨论，确定第12处的临时会将于3月9号伫明治艺术厅来召开。3月18号，在我们原则在西宁明治厅内召开这次的临时会3月9号到18号。那我们先来呢确定这个议事日程。这届临时会市府总共有57件提案，其中53件是政府款案，预算金额总共超过10亿2千万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